满足你的心愿吧。动我就杀了我，来啊！这个藏妖洞太可怕了，这么久都找不到出口啊！你说我们会不会是方向搞错了呀？这条路没错的，跟我走吧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的小蜘蛛们走不出去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彼此生命中见到的最后一个人。不过呢，我一点都不觉得遗憾。既然我们这段关系这么特别，这么特殊，不如你让我亲一下。哎呀，我终于走出来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我们终于出来啦！对啊，我们不用死了。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，其实，能跟你一起活着，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。哎呀，既然大家今天这么的开心，不如你让我亲一下吧。放开我！不行，我不可以这样。你在这里啊？怎么了，三师娘？哇，新做的指甲呀，真是有型又有品啊！就是长了那么一点点呢。别碰碰，他可没长眼睛。啊！哎，我错了！你错哪儿了？我错了。错在你不应该救我。如果你不救我，我就不会杀你。杀我？你干嘛要杀我？杀我先给我理由先啊！因为唐僧，唐僧那个死苍蝇呢？他不是苍蝇，他是我的恩公。啊？虽然我是妖，可是我也知道知恩图报。他救了我，而你却害了他，我就要向他报仇！哎，等，谁说我害了他了？他告诉你的？对啊。这只死苍蝇，这是活着欺负我，死了还……啊，不对，散了伙还黑我。此仇不报非君子，我去报个仇啊！你没机会了！想逃是吗？没有啊。说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他原来是我师傅，这个事情你知道吧？嗯，知道。你说师徒这种事情是不是和谈恋爱是一样的？必须要你情我愿，情投意合，这个强扭的瓜是不甜的哈。可是这个可恶的唐僧，他看着我骨骼惊奇，天资聪颖，就硬拉住我遁入空门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在他墙壁之下跟着他走。而我呢，尘缘未了，不想跟他走，所以我就逃走了。你说这个事情我有错吗？没错吧？前些日子你看到他了，他见到我多么高兴，多么兴奋，爱我爱到要死啊！
如果他真的那么恨我的话，为什么不一刀捅死我呢？你仔细的想一想这个逻辑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骗你我就不姓孙，但是我不恨他，反而我要感谢他，因为他，我才遇到了要杀我的你。你看看你，连杀个人都这么美。能死在你的手上是我的荣幸。来吧，杀了我吧，杀死我吧，动手吧！你放手！来，你别冲动！你来，放手！来，放开！满足你的心愿吧！动手就杀了我！来啊！嗯。青霞，让你放过我吧！哎，我是紫霞。嗯。哎呀妈呀，是你啊！是不是我姐姐跟过来了？哎呀，我一时大意，他人呢？他有没有发现我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能活着就不错了，好吗？哎，你刚才干嘛去了你？我刚才太困了，我打着打就昏过去了。结果我一醒过来，你们两个就都不在了，就费好长时间才找到你。不过啊，我现在法力不足，没有办法维持那个书童幻象，我怕万一解释不清楚，所以啊，就先把你打昏了。哦，没想到这个时候你还是蛮关心我的嘛。谁关心你呀？我关心我们的交易而已。哦，那就是关心孙悟空喽。哎呀，真是羡慕他呀，好心呐！你对他还是真心一片哦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们赶紧走吧，待会儿等他醒过来，我还得赶紧想个办法变样子呢。哎呀，这个不行啊！且不说啊，你现在受伤了，没有办法维持幻化。假如你姐姐追过来了，你现在打不过她，我肯定不是她对手啊。到时候如果我死了，就没有人帮你找孙悟空了哟。你说的好像有道理，是吧？很有道理吧？所以现在呢，不如啊，你找一个环境优美又安静的地方，好好的疗一疗伤。等你的修为恢复之后呢，你再过来找我吗？也好。仙子慢走哦。我警告你，休想耍花样甩掉我！就2个大字我也不敢的。等你伤养好了，一定要来找我呀！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。好吧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。拜拜，小猴子。咱们也各走各的吧。虽然你是个美人啊，可杀我的美人有1个就够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刚刚有句话忘了跟你说。什么？你说你羡慕孙悟空与我真心相对。对啊。其实你也可以的，但首先你得有颗真心，不能再那么混蛋了。啊。哦。走了。哎呀，他不会暗中跟踪我吧？这要是被青霞找到，我就死定了。春30娘，30娘，10娘，别叫我娘。哎呀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当然在这儿啊！你都昏倒了，我能走吗？哎呀，你看看你啊，一定是疲劳过度，所以睡着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不如啊，我带你离开这个藏妖峰，我们找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，好好的休养一下吧。你明知道我要杀你，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？我的这条命啊，早就寄存在你手里了。如果你想要，
随时拿起。拉我起来。哦。你可别后悔啊！啊，怎么会后悔呢？看什么呢？啊，这是我们共同回忆的地方，我当然多看2眼了。我们快走吧。哎，你又干嘛？放手！经历过生死之后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哎，放手！哎，放开！哎呀，你干嘛？你放开！走开啊！